耶穌唔係頭生嗎？點解話佢兄弟都大過佢？關於呢點，教會歷史上有兩個主要講法。第一，表親說喺聖經原文嘅語境入面，兄弟姊妹可以指堂親、表親，甚至係同族親屬。4世紀著名嘅聖經學者 Saint Jerome 就支持呢個睇法。佢認為馬太同馬可福音提到嘅雅各、猶大，其實係耶穌嘅表兄弟。第二，繼兄弟說，呢個講法認為約瑟喺娶瑪利亞之前有過一段婚姻。約瑟嘅前妻過咗身，留低咗4個仔同2個女。當時中年嘅約瑟娶咗年輕嘅瑪利亞做田房，咁樣就解釋到點解耶穌出生時呢班哥哥姐姐已經喺度。呢個講法記錄喺2世紀嘅文獻 Gospel of James 入面。雖然佢冇被列入正典，但早期歷史學家 Origen 同 Clement 都提過呢本書。點解呢啲講法咁重要？因為佢哋反映咗天主教同東正教一個好早期嘅觀念：聖母終身童貞。呢個唔係後人加落去，而係2世紀前已經存在。仲有2個有趣嘅理據。語言學角度，聖母回應天使報信時，希臘文顯示佢有一種保持貞潔嘅強烈意願，好似現代嘅修女咁。心理角度，對約瑟嚟講，既然瑪利亞係許配俾神嘅，作為虔誠信徒，未必敢同神嘅女人發生關係。最有力嘅證據就係耶穌釘十字架嗰陣，約翰福音19章26至27節。如果耶穌真係有咁多親生兄弟，按照傳統，照顧媽媽嘅責任一定係交俾親兄弟，但耶穌偏偏將瑪利亞託付俾門徒約翰。呢點就側面上證明咗嗰班兄弟好可能真係唔係瑪利亞親生嘅。當然，呢啲係神學上嘅唔同觀點，大家可以作為知識參考，睇下邊個講法你覺得更有說服力。